今期咧喺中山火炬區介紹一個性價比之王啊，叫做中澳和悅親府啊。咁呢個樓盤咧而家單價萬零蚊一平方，一套3房單位都係80萬左右，同埋4房都係100萬出頭就可以攞低噶啦。最重要咧呢個樓盤超級環境靚啊，門口咧係有自帶雙熱嘅，未來咧落成之後喺門口就可以衣食住行購物啦。目前成熟嘅配套咧係 Coco City 啦，同埋我哋嘅富日城啦，呢啲地方都可以衣食住行到嘅。最重要咧，呢個樓盤係有業主巴士可以翻到去深圳過關香港啊！即使你喺深圳灣都係半個鐘車程，1個鐘左右就可以翻到去深圳翻香港噶啦。仲有業主巴士可以經港珠澳大橋翻香港嘅。咁我哋而家入去小區睇睇先。示範單位佢係屬於2梯6戶嘅，我哋睇睇最細嘅3房單位，total咧總價都係80萬左右就可以攞低噶啦。喺中山嚟講，80零萬攞低呢套3房咧，性價比係超正嘅。88平方佢係南北對流嘅戶型啊，呢邊咧就係我哋嘅餐廳嗱，擺個沙發喺度睇電視，係咪超有感覺咧？過嚟咧就係陽台啦，佢都係屬於半贈送嘅戶型啊。呢個面積段嚟講，喺度有咁大嘅陽台咧，係超級正，都係睇小區園林景觀咯。過嚟咧就係我哋嘅餐廳位啦，擺個6到8人坐都冇問題，所以一家大細80零萬嘅貨仔喺中山嚟講，呢個戶型咧係值得大家去借鑑，大家去推薦嘅。嗱，廚房咧所見即所得，呢啲冚唪唥都係交房標準嚟嘅，所以自己買啲家私家電咧，呢個樓盤就可以入嚟居住噶啦。過嚟洗手間佢都係做到3段式乾濕分離嘅設計，即係你平時有人喺度沖涼啊，或者上廁所都唔影響到你喺度刷牙洗面嘅。過嚟咧就係第一間客房啦，個空間都係足夠嘅。咁呢間細嘅兒童房咧，個空間係細細地，但係都夠用噶啦。所以過嚟度假養女居住咧，呢啲細細地嘅3房2次嘅戶型咧係值得 OK 考慮噶啦。嗱，過嚟咧主套做一個衣帽間，做個衣櫃都冇問題，洗手間都係做到乾濕分離嘅設計，所以80零萬喺中山買一套咁實用嘅3房2衛嘅戶型咧，呢個單位呢個樓盤係值得借鑑，值得大家去考慮嘅。咁我哋睇睇隔離嘅109平方4房單位，都係100萬出頭啊，大佬！咁入嚟咧，呢套係109平方嘅4房單位，呢邊咧係我哋入戶門嘅地方，有呢個空間，平時你喺度換鞋啊，都係非常之正嘅一個空間俾你。嗱，呢間咧係細嘅客房，你可以做個士多房啦，都冇問題，或者你嘅雜物房。過嚟咧呢排到頂嘅衣櫃全部安排到位啦。過嚟就係南北對流嘅一個戶型啦。嗱，餐廳坐喺度睇電視。過嚟睇睇我哋嘅陽台先，都係一個半贈送嘅陽台，睇我哋嘅小區園林景觀，呢個景觀正唔正，舒唔舒服啊？所以100零萬喺中山攞套4房，一家大細大嘅情況下，多人嘅情況下，呢套4房咧值得大家去考慮嘅。過嚟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啦，所見即所得，都係交房標準，仲預留咗個雙門嘅冰箱位，都係冇問題。咁呢個餐廳位咧比頭先88平方係大少少嘅。即係6到10人位都係冇問題咯，個空間係足夠嘅。過嚟睇一睇呢邊嘅3間房先。嗱，呢間房咧可以俾父母使用，因為佢係連通到我哋嘅陽台嘅空間嘅。過嚟咧呢邊係一個乾濕分離嘅公共洗手間啦，所見都係交房標準啦。嗱，呢間咧係細嘅兒童房，個空間都係足夠比較大嘅一個空間，所以4房嚟講呢個戶型咧109平方係值得大家去考慮嘅一個戶型，因為佢總價平啊，即係100零萬喺中山嚟講，擁有一套4房一家大細夠住嘅情況下，呢套單位值得大家去考慮嘅。真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下邊訂閱我嘅頻道，或者評論3個6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下期再見。